歡迎收聽時事疏疏地，呢集疏疏地咧要講下姜濤墮海事件。6月24號，網上流傳姜濤墮海獲救，其中一張相片，姜濤咧着深色衫，可能係黑色或者深藍色啦，長褲、運動鞋，全身就濕晒，被救上岸，神情迷糊嘅，身邊咧亦有消防員。咁跟住有消息就傳出啦，話姜濤跑步期間覺得唔舒服，於是咧喺西環海旁休息，點知道不慎跌咗落海。好彩當時有人發現到，就掟咗個水泡俾佢。咁現場附近咧亦有架政府嘅船隻馬上就將佢救起啦。由於跌落海就令到電話入水失靈啦，而佢亦忘記咗 IG 嘅密碼，咁所以就借用咗花姐嘅 IG 報平安啦。之後咧，姜濤再喺自己嘅 IG 叫大家唔使擔心，明天見。姜濤嘅公司就話姜濤喺西環海旁跑步，突然頭暈，醒翻已經俾人救起咗。姜濤依家咧喺私家醫院休息，又話咧外界嘅傳聞唔係事實，叫大家唔好作出不必要嘅揣測。姜濤就話自己咧係唔小心發生小意外，佢就冇事嘅，請大家放心，唔好有任何揣測。又話咧好抱歉令大家擔心。OK， 呢單新聞當然係大事啦，雖則話叫大家唔好揣測啫，咁但係現實上咧，香港人點會唔討論呢？香港人唔討論台灣網絡上已經有無數嘅留言講緊，咁一般人咧都係估啦、揣測啦，就話姜濤可能一時諗唔開，又或者咧佢當時飲咗酒，咁呢啲講法咧我就唔想研究啦，我咧就反而想講下一個人跑步突然暈倒墮海有冇可能呢？我嘅親身經驗咧係有可能嘅。我以前咧喺沙田麗豪酒店玩健身，咁當年咧我就練緊馬拉松嘅，咁通常咧喺麗豪我就換咗衫啦，就落城門河跑步，跑完咧再翻麗豪就沖涼。有一次咧我就練一個30公里嘅長課跑完之後乜事都冇喎，咁我翻麗豪沖涼啦，突然我覺得好眼瞓，全身都軟晒，咁好自然啦，就坐喺更衣室嗰啲長凳嗰度咧諗住休息下啦。點知道咧我突然間暈咗，失去知覺，自己都唔知。之後有其他嘅 member 咧就熬醒我，我一醒翻，原來自己瞓咗喺地下，但係咧乜事都冇喎。嗰一位 member 咧就問我使唔使叫救護車，我就堅決話唔使。咁基本上咧我係完全翻山嘅。我馬上醒起啦，我有支寶礦力未飲嘅，咁馬上啦飲支寶礦力啦，個人馬上精神翻晒啦。咁跟住沖涼，然後去食嘢。其實咧，我一心諗住沖完涼就慢慢嘆嗰支寶礦力，然後再開餐嘅。結果無啦啦就暈咗，冇咗知覺。好彩當時我未除衫，仲未入浴室，否則暈咗喺浴室入邊咧，就未必有人發現到嘅。我食嘢嘅時候就打電話俾教我跑步嘅前輩啦。咁呢位前輩唔知冇驚，更加哈哈大笑。佢就話另一位跑友啱啱喺灣仔大有商場準備去食嘢，又係突然暈咗。商場當然叫救護車啦。救護員一幫佢夾手指，即時就話佢嘅血糖咧低到會暈嘅水平。呢個跑友被送去醫院自己就撳咗支可樂嚟飲，即時又係翻山，然後打電話俾我呢位前輩。於是咧，我都相信我當日咧應該係血糖太低啦，所以就攰到暈咗。自此之後，我跑完長課第一時間食隻蕉，飲翻支寶礦力。我暈當日咧就由於係全馬比賽前2個星期啦，原來好多人咧都係揀嗰段日子就嚟一次30公里左右嘅長課嘅，亦因為咁咧，真係有唔少新跑友就跑到暈嘅，呢個情況隨時可以出現。今次姜濤墮海係唔係一定呢種情況啦？我當然唔知道啦。但係如果姜濤以為空肚跑步出一身汗，訓練嘅效果好啲呢，咁分分鐘真係可以瀨嘢噶。另外咧，唔知血糖低或血壓低，亦可以令一個健壯嘅人突然暈倒噶。同樣暈咗之後血壓就升翻啦，馬上可以自動醒翻嘅。假如呢個時候你上緊樓梯或者喺海邊呢，當然就非常危險啦。呢一次姜濤墮海，我個人相信諗唔開嘅成分呢，非常低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咧，如果真係呢個原因有乜理由走去一個咁多人睇到嘅地方呢？啱唔啱？最後多謝大家收聽時事疏疏地，拜拜。